咩係婚禮九寶？除咗雙方父母送嘅4色金之外，親戚長輩亦會贈送婚禮九寶俾一對新人，寓意新人嘅婚姻會長長久久。婚禮九寶包括金如意，寓意婚後稱心如意，生活美滿；金鉸剪，鉸剪係裁剪零綢緞嘅工具，象徵婚後盡享感受榮華；金鏡，鏡代表圓滿，意指愛情圓滿，喜結良緣；金梳，梳有結髮之意，寓意廝守一生，白頭到老；金車，間車可衡量幸福嘅標準，祝福新人幸福，細水長流；金算盤，希望新人精打細算，可以達到想要嘅目標同生活；繡花金鞋，意指天生一對，形影不離；金聚寶盤，聚寶盤會聚各方珍寶，寓意生活富足，財源滾滾；金斗，斗係量度糧食嘅工具，希望新人婚後衣食無憂。每件物品都各有唔同寓意，係親戚長輩為呢對新人送上嘅無限祝福。遠東珠寶，